每年11月11日，加拿大會紀念曾經服役同埋為國家犧牲嘅人。喺香港，每年喺皇后像廣場會舉行和平紀念日儀式。其實好多人都唔係幾認識加拿大同埋香港之間嘅聯繫，唔單止係因為加拿大嘅香港社群，而係我哋國家戰爭嘅歷史。喺山徑上，喺博物館入面，你會揾到加拿大人曾經戰鬥過嘅地方。我叫 Jason， 我嘅工作令到我返到嚟呢個城市，一個我父母50年前離開咗嘅地方。當我知道11年加拿大士兵為保衛香港而作戰，我一定要搞清楚點解。呢個唔只係國家歷史，亦都係我屋企人嘅故事。加拿大點解會為香港而戰？之後發生咗咩事？點解到今日我哋仍然都要記住？呢個就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故事。入侵之前嗰幾年，香港其實發現自己被戰爭包圍。到1939年，日本已經佔領上海、南京同廣州。到1941年中，法屬印度支那大部分亦都淪陷，令馬來亞、新加坡同香港全部進入敵人嘅攻擊範圍。石油制裁反而進一步加深日本嘅野心。但係香港生活表面上仍然繼續，上流社會依然設現來自廣東嘅難民，將目光投向香港。同一時間喺加拿大戰爭嘅投入不斷升級，部隊喺英國同北非接受訓練，民軍飛行員喺加拿大各地受訓，全國經濟全面動員，但加拿大陸軍仍然未真正參與過地面戰。英國總理 Winston Churchill 拒絕再派英軍防守香港，於是轉向加拿大求助。加拿大總理 Mackenzie King 最終答應咗，但呢個決定唔係出於軍事策略，而係向帝國表達忠誠。1941年10月25日，加拿大 Sea Force 部隊由溫哥華出發，中途短暫停留檀香山。11月16日，佢哋抵達九龍，有閱兵，有歡迎，有官方儀式，但佢哋嘅時間其實非常有限。短短幾日之內，佢哋已經喺新界各處偵察地形，準備防禦工事，支援原本大約1萬人嘅守軍。1941年12月8日，日軍一早發動攻擊，轟炸啟德機場，令場外僅有嘅架飛機全部失去作戰能力。日軍第38師團步兵由深圳河越境南下，佢哋第一個目標係醉酒灣防線，一條長達24公里嘅防禦線，由醉酒灣一直延伸到西貢山區。醉酒灣防線上一個關鍵據點就係城門碉堡，呢個碉堡佔地12英畝，設有機槍堡、加固射擊陣地同埋觀察站。喺碉堡入面，地道甚至用咗倫敦街名。防守401號機槍堡嘅士兵將自己鎖喺入面，一直戰鬥到第一日清晨。但日軍好快發現可以透過碉堡後方嘅通風口將手榴彈擲入去。當佢哋發現咗呢一點之後，好快就攻佔咗401號機槍堡。英軍原本預計可以守住呢條防線1個星期，但現實完全唔同。城門碉堡喺極其慘烈嘅近距離戰鬥之後，喺短短幾個鐘頭之內失守。隨住日軍繼續向前推進， Punjab 同 Royal Scots 開始撤退去九龍，由駐守喺九龍東面魔鬼山嘅 Rajput 佔護。喺呢個時候，一個 Winnipeg Grenadiers 兵聯選擇留低，為英軍同印度部隊爭取撤退時間。呢班加拿大士兵一直都冇收到屬於佢哋嘅撤退命令，於是佢哋自行前往鯉魚門碼頭，用無線電聯絡總部線，收到嘅回覆好冷淡，渡輪已經停止航行。其中一名 Royal Rifle 士兵，佢用槍指住一位本地船家，迫使對方開船過海。最終，所有人成功上船，除咗一位士兵叫做 John Gray， 一個嚟自 Manitoba 嘅20歲農夫仔，佢成為第2次世界大戰中第一位陣亡嘅加拿大步兵。
情況係咁，英軍重新整編香港嘅防線，分成東同西兩個旅，然後佢哋將加拿大部隊拆開部署。加拿大 Royal Rifles 被派往東線，由英軍 Brigadier Cedric Wallace 指揮 ，Winnipeg Grenadiers 則留守西線，由加拿大 Brigadier John Lawson 帶領。由一開始，加拿大人好唔滿意，文化衝突真係存在。有啲英軍軍官叫佢哋做吵鬧嘅殖民地兵，對佢哋嘅意見不屑一顧，而加拿大人就覺得英軍高傲僵化，反應遲緩。真正嘅分歧就係於敵人會由邊度進攻。英軍話會由海上而來，加拿大士兵就話敵人會由北面進攻。佢哋聽緊新界難民嘅講法，聽緊偵察兵嘅回報，甚至聽到九龍方向傳嚟嘅炮聲。但英軍唔肯改變立場，防線仍然維持原有部署，指向南面，對住海闊嘅海面。數以千計嘅日本士兵港島東北岸登陸，正如加拿大人之前警告過一樣。連日作戰筋疲力盡嘅印軍部隊喺幾個鐘頭之內就被擊退。喺呢邊仍然具備戰鬥力嘅部隊，其只剩低幾個單位，包括加拿大 Royal Rifles、部分 Middlesex Regiment 機槍兵以及香港義勇防衛軍。登陸後30分鐘之內，日軍已經控制咗鯉魚門炮台。Major Wells Bishop 親眼見到一切發生，但當佢向上級匯報時，佢嘅準將話炮台入面應該仲有友軍，於是佢決定自己出手，手持衝鋒槍，佢帶領部隊一路衝到炮台牆下，但最終佢哋都被迫撤退。但有一點已經好清楚，加拿大人會唔戰而降。Major Bishop 因為當日嘅英勇表現，獲頒傑出服務勳章，而呢塊紀念牌正正係紀念 Winnipeg Grenadiers 喺呢片土地上嘅堅守。12月19日早上，日軍攻佔渣甸山同畢拿山，呢一步打開咗通往黃泥涌峽嘅關鍵通道。黃泥涌峽係連接港島南北嘅咽喉，一旦突破，港島基本上就被一分為二。Winnipeg Grenadiers 英軍同本地守軍一齊駐守喺山坡上嘅混凝土碉堡，呢啲陣地一度成功咗慢日軍推進。突襲嘅火力由下方碉堡射出，迫使日軍停步。但係12個鐘頭之內，大部分 Winnipeg Grenadiers 已經重傷或者陣亡。第二日清晨，一個連嘅 Winnipeg Grenadiers 嘗試奪回渣甸山同埋畢拿山，敵軍將佢哋團團包圍，不斷向佢哋嘅位置掟手榴彈，連 Sergeant Major Osborne 將一枚一枚手榴彈掟翻出去。當佢哋發現一枚已經趕唔切處理，佢大聲呼喊，提醒身邊嘅戰友，然後撲向嗰枚手榴彈。而呢一塊由加拿大政府樹立嘅紀念牌，正正係為咗紀念佢嘅犧牲。駐守喺呢啲碉堡入面嘅士兵，主要嚟自 Winnipeg Grenadiers 嘅兵團同埋其他英軍部隊。佢哋喺碉堡內負責指揮同協調3個人，以及佢哋嘅支援單位。喺對面街，日軍發動萬歲衝鋒，手持刺刀，後方有機槍火力嘅掩護。50點鐘左右，仍然生還嘅守軍開始嘗試撤退。營部最後收到嘅訊息來自加拿大嘅 Brigadier Lawson， 佢表示自己會走出去同敵人決一死戰。喺嗰場攻擊入面，除咗2名士兵之外，其餘全部陣亡。而呢塊紀念牌紀念嘅係 Brigadier Lawson 同埋所有加拿大 Sea Force 嘅士兵。與此同時，喺港島另一邊，加拿大 Royal Rifles 盡力拖慢日軍嘅推進，但到咗平安夜，淺水灣已經失守，剩低嘅 Royal Rifles 撤退到赤柱半島，又餓又攰，而且彈藥所剩無幾。G Company 伏赤柱村 ，Sergeant McDonald 帶隊直衝入村入面嘅墓地，日軍佔據高地。McDonald 旗下達一個命令，上刺刀衝鋒。
戰鬥變成近身肉搏，佢哋攻破防線，繼續向村內推進。當一隊日軍喺轉角出現，加拿大人搶先開火，但呢一切維持唔到太耐，炮火開始轟擊村落，建築物被炸到四散。下午3:15，白旗已經升，D Company 仍然未收到停戰命令，佢哋繼續作戰，直到入夜先最終俾命令停火。一名接受佢哋投降嘅日軍軍官後來表示：我從來未見過有人可以打得咁頑強。呢一戰係加拿大 Royal Rifles 喺香港戰役中最光榮嘅一刻。佢哋冇贏，但佢哋展示咗乜嘢叫做真正嘅勇氣，而我哋應該記住佢哋。聖誕節標誌住3年08個月日佔時期嘅開始。透過強制遣返，香港人口由160萬急劇下降到60萬。對於留低嘅平民嚟講，生活充滿配給、審查同埋恐懼。佢哋只有2個選擇：忍手或者合作。行喺呢啲街道上，我只能夠想像當年我嘅祖父母、我嘅姨媽同舅父係點樣捱過，睇住身邊嘅世界一步一步崩塌。我嘅祖父拒絕成為合作者，當佢停止作之後，一切都改變。黑社會勢力迅速壯大，同任何掌權者進行交易。城市中嘅精英階層出於恐懼或者野心維持秩序，亦都確保自己可以生存落去。匯豐銀行嘅英籍職員喺新華酒店被監視居住，每日被押送去工作，為新嘅統治者清算香港嘅資產，當中包括總經理 Vanderler Greyburn。表面上佢順從，但暗地裏佢利用自己嘅位置，將金錢同物資秘密幫助被喺赤柱嘅平民。最終佢被揭發，佢嘅懲罰就係俾送入赤柱集中營，成千上萬人被關押喺嗰度。盟軍平民然而喺鐵絲網之內，佢哋建立起一個屬於自己嘅世界，有廚房、有醫院，甚至有課室。係一個原本用嚟摧毀佢哋嘅地方，佢哋反而學識點樣自我管理。但基本配給極度不足，營養不良，有錢有關係嘅人可以收到私人糧食包。Vanderler Greyburn 因為拒絕參與日軍嘅貨幣操作，最終死於長期飢餓。加拿大士兵最初被拘禁喺北角嘅戰俘營，就喺我母親以前住過嗰條街附近。之後佢哋被轉送到深水埗，就喺我父親以前住嘅地方對面。營外嘅環境極其惡劣，總劑不堪，嚴重營養不良同疾病成為日常。有啲戰俘後來被送往日本，成為強迫勞工，頂替已經上戰場嘅日本人去工作。喺呢啲看守之中，有一個人特別令人記得。Kanawo Inoue， 花名 Kamloops Kid， 佢喺加拿大 BC 省 Kamloops 市出世，父親係一名曾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嘅退伍軍人。戰前佢曾經去日本讀無線電工程，但戰爭爆發之後，佢加入咗日本皇軍，擔任翻譯。喺戰俘營入面，佢專門針對加拿大人，甚至動手毆打，好似喺懲罰自己曾經屬於嘅國家一樣。一個人夾喺身份同忠誠之間，夾喺仇恨同歸屬之間，佢究竟係一個怪物，定係一個俾兩個從來未真正接納過佢嘅國家撕裂嘅人？喺本地居民、外籍人士同被囚禁士兵嘅苦難之中，仍然存在反抗。英軍服務團喺敵後運作，偷運物資、收集情報，亦都協助戰俘逃走。喺新界嘅山區，東江縱隊嘅游擊隊發動突襲，拯救民軍飛行員，破壞日軍補給線。英軍同中國游擊隊之間互相分享情報，協助人員跨越邊境，亦延續一絲微弱嘅希望，解放嘅希望。直到今日，新界各地仍然保留住靜靜嘅紀念標記，紀念嗰啲為自由付出一切嘅人。
到咗1945年8月下旬，日本宣布投降。經過3年零8個月，香港終於重光。海軍中羅景流，加拿大皇家海軍第一位華裔軍官，被揀選成為第一個登陸嘅民軍軍官。帶佢行到呢一步嘅係一條堅持不懈嘅人生路。羅景流1909年喺加拿大 BC 省維多利亞市出世。佢曾經喺 McGill 大學修讀工程學，但經濟大蕭條迫使佢中途離開學業。佢開始喺溫哥華重新建立生活。佢喺一份本地中文報紙工作，亦都擔任過華人學生足球會副會長。之後佢做咗一個重要決定，加入加拿大公務體系，喺交通部任職。佢最初係無線電操作員，冇幾耐已經負責帶領團隊，最終德國潛艇。但其實佢一直最想做嘅係着上制服服役。問題係當時嘅制度根本冇為佢而設。到1943年初，加拿大皇家海軍正式取消所有種族限制。海軍總參謀長 Percy Nellis 將親自鼓勵羅景流入伍。羅景流完成訓練之後，被派往渥太華加入作戰情報中心。其後，佢再被調派到英國皇家海軍。當佢去到接受進階訓練嘅時候，一度需要解釋，雖然佢係華裔，但佢其實係一名英籍臣民，並前往東南亞服役，包括駐守喺石蘭嘅海軍基地。呢啲工作沉靜而細緻，但正正令佢一步一步走近盟軍反攻嘅核心。到1945年8月下旬，日本宣布投降。經過3年零8個月，香港終於重光。1945年8月30日，英國隊駛入維多利亞港，海軍上將 Cecil Harcourt 親自揀選羅景流成為第一位踏足重光香港嘅民軍軍官。佢咁做係為咗紀念作戰並犧牲嘅加拿大士兵。佢帶住一小隊人穿過濕熱幾乎無聲嘅城市，前往尋找戰俘營。喺深水埗，日軍守衛仍然企喺閘口，空氣一度凝住喺炎熱嘅空氣之中，形成短暫嘅對峙。當佢入到營內，見到一班瘦削眼窩心鹹嘅人，唔敢相信自由已經來臨。見到加拿大人，你哋都唔開心咩？全場一片寂靜，然後係眼淚，係歡呼。羅景流亦都忍唔住流淚。當你嚟到西灣國殤紀念墳場，之前嗰啲人所付出嘅犧牲就唔再只係教科書入面嘅文字，佢哋開始變得真實。我打開留言冊，好奇想睇下仲有邊個行過同一條路，入面夾住幾張相，係一位英國士兵嘅侄孫留低嘅，帶住愛意，亦都帶住靜靜嘅敬意。喺呢度俾紀念嘅228名加拿大士兵入面，總有一個名字，每次都會吸引我嘅目光。我每次嚟到都會停低向佢致敬。另外仲有20名加拿大士兵安息喺赤柱墳場，同樣值得我哋去紀念，就好似西灣嗰啲一樣。而喺海濱另一邊，喺日本164名被送去煤礦工作嘅加拿大人，而家終於有咗最後嘅安息地，橫濱戰爭公墓。甚至離屋企更近嘅地方，喺市政大樓都有一個紀念神龕，佢靜靜咁企喺高樓大廈之間，默默咁保存住呢啲士兵嘅記憶。我諗唔到世界上仲有邊個地方可以令加拿大人企喺離家咁遠嘅地方，仍然同自己嘅國家歷史產生聯繫。呢度就係歷史、家庭同埋身份交匯嘅地方，永誌不忘。